喺香港120萬可能你買個車位，但係過嚟中山同樣嘅價錢，你可以擁有一棟自己真正嘅別墅，唔係講笑㗎。總價110萬，首期50萬左右就可以上車呢個低密度嘅別墅小區啦。驚返香港唔方便，中山有直達嘅跨境巴士，自己開車經深中通道去深圳灣口岸都好快，周末返去探親飲茶話咁易。望下個環境，成個小區好似住響公園咁，綠化又好又安靜。出門行幾步就有街市、超市，買餸都好方便。樓下就有公園，周末唔使特意去郊外，落樓就可以跑步散步。同香港係兩種完全唔同嘅節奏。別墅面積有168至230平方，設計採用咗法國南部可隆旺斯小鎮設計為藍本，大面積圍合式庭院，結合江邊獨特自然地理環境。響家中就可以感受到充滿自然溫馨嘅感受，同時又可以享受到異國風情。呢度嘅空間可以大到按照自己嘅心意去布置，有個庭院可以同小朋友響度玩，或者約朋友上嚟 BBQ 都 OK 啊。同樣嘅付出，響香港你可能換嚟一個停車位，但響中山你換嚟係一家人嘅慢生活同埋透氣嘅空間，俾多自己一個選擇，唔好咩？想親自嚟睇睇，快啲評論區留言聯繫我啦！